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西港真出名的宗教活动西港挂香。今年因为疫情暂停举办，所以阵头嘛无法度出阵。嘛因为安尼，西港南海社区传统的水族阵嘛已经2科无来出乡。为了要避免这个传统的艺阵来失传，社区特别规划相关的课程，后个月要来开课。 西港挂香除了有真侪信众参加，各种传统的阵头嘛是重要的特色之一。不过因为停办，即嘛和南海社区的水族阵无法度出阵，为了避免失传，讲要伫8月份举办相关的课程。南海社区的水族阵是全国唯一的，毋过足可惜啊，因为足侪因素造成讲已经2科无出乡啊，所以邀请咱咧有迄个咱歌戏的迄个阮根基王老师。 来做这个活动。这摆课程是以歌戏为主，结合水族阵的表演和学习的民众会使学到2种技巧。我是把歌仔戏的元素跟水族阵的元素，它把它融合在一起，让它变成是一个小小的折子，所以整个演串下来的话，你不会觉得它很突兀。有兴趣的乡亲会使甲南海里的里长报名。老辈子的少年家拢会使来参加。 这个课程规划伫8月中开始，里长邀请民众踊跃的参加，除了会使学习到水族阵相关的技巧，嘛会使为保存传统文化尽一份力。